各位街坊朋友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3月8號喺藍田東區社區會堂將會舉行藍田同樂日樂善同心大型活動。當日有精彩嘅歌聲舞團表演，仲特別請到 TVB 電視劇《翡翠戀曲》主題曲原唱者高紅梅小姐同歌手的誕生大賽2026中年賽道網上最具人氣歌手鐘嘉慶先生嚟現場獻唱。除咗舞台表演，現場仲有攤位遊戲，更有長者福袋同小禮物大派送。活動下晝1點開始，免費入場，有歌聽，有嘢玩，仲有禮物攞。記住帶埋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一齊過嚟熱鬧下啦！到時見。各位街坊朋友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3月8號喺藍田東區社區會堂將會舉行藍田同樂日樂善同心大型活動。當日有精彩嘅歌聲舞團表演，仲特別請到 TVB 電視劇《翡翠戀曲》主題曲原唱者高紅梅小姐同歌手的誕生大賽2026中年賽道網上最具人氣歌手鐘嘉慶先生嚟現場獻唱。除咗舞台表演，現場仲有攤位遊戲，更有長者福袋同小禮物大派送。活動下晝1點開始，免費入場，有歌聽，有嘢玩，仲有禮物攞。記住帶埋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一齊過嚟熱鬧下啦！到時見。各位街坊朋友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3月8號喺藍田東區社區會堂將會舉行藍田同樂日樂善同心大型活動。當日有精彩嘅歌聲舞團表演，仲特別請到 TVB 電視劇《翡翠戀曲》主題曲原唱者高紅梅小姐同歌手的誕生大賽2026中年賽道網上最具人氣歌手鐘嘉慶先生嚟現場獻唱。除咗舞台表演，現場仲有攤位遊戲，更有長者福袋同小禮物大派送。活動下晝1點開始，免費入場，有歌聽，有嘢玩，仲有禮物攞。記住帶埋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一齊過嚟熱鬧下啦！到時見。各位街坊朋友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3月8號喺藍田東區社區會堂將會舉行藍田同樂日樂善同心大型活動。當日有精彩嘅歌聲舞團表演，仲特別請到 TVB 電視劇《翡翠戀曲》主題曲原唱者高紅梅小姐同歌手的誕生大賽2026中年賽道網上最具人氣歌手鐘嘉慶先生嚟現場獻唱。除咗舞台表演，現場仲有攤位遊戲，更有長者福袋同小禮物大派送。活動下晝1點開始，免費入場，有歌聽，有嘢玩，仲有禮物攞。記住帶埋屋企老人家同細路哥一齊過嚟熱鬧下啦！到時見。